後腳，但係最理想係11字。咁你發覺呢位就要咧保持平衡啦。好，然之後開始嘅捉住張凳啦，翻嚟得唔得？翻嚟 ，OK， 前面搞掂 ，OK， 到後面得唔得？到後面，好啦，如果你都搞掂啦，就有節奏地做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，如此類推啦。OK， 當你都得咯喎，當然你有前後轉腳啦嚇，嗰啲我就唔特登重複啦。我最想你最後尾做呢個動作嘅，就係、我當淨係練呢一隻1翻嚟，2翻嚟，3翻嚟。好啦，記住係大小腳頭同時間到地。練完呢一邊啦，咁當然啦，後面嗰隻腳1、2，咁開頭可能你要掂凳嘅，如果你唔需要掂凳就唔掂啦。又或者頭先同學講啊，我膊頭可能有啲情況嘅，我咪唔喐個膊頭咯，我就咁喺度咯，得嘛？就咁樣，OK。